大家好，我哋今日嚟到石排灣村睇下房屋署點樣運用高科技去提升屋邨安全同埋管理效率。我身邊呢一位呢，就係最新引入嘅 AI 巡邏機械人小寶。我哋依家一齊睇下呢，佢有啲咩厲害嘅功能啦。小寶可以24小時自主巡邏，靠嘅就係佢嘅激光雷達同超聲波感應器，實現精準導航同避障。佢嘅鏡頭都能夠捕捉到異常情況，數據會即時同步到屋邨管理系統，後台人員可以遠程跟進，全天候守護屋邨安全。偵測到違例吸煙會立即提醒。除指定吸煙區外，屋邨所有公共地方已列為禁煙區。多謝合作。小寶巡邏嘅時候識別到車輛違泊，將影像同步傳到管理處，仲會記錄時間，方便後台快速處理，確保屋邨道路暢順，居民出入更加安全。仲可以偵測到廚餘機門未關好，有助管理處即時跟進，保持屋邨衛生。喺高空雜物黑點巡邏，呼籲居民避免雜物，保障社區安全。溫馨提示：請勿高空雜物，保障他人安全。能夠識別到垃圾桶滿溢，有助清潔隊伍及早處理，維持環境整潔。小寶可以入商場幫手，喺巡邏嘅時候偵測到積水，迅速通報後台，確保安全隱患即時處理。由屋邨安全到商場管理，小寶運用智能科技帶嚟更優質嘅生活。未來房屋署會繼續引入創新科技，打造更安全、更幸福嘅智慧社區。